常的鼓励。时光如千年般的逝来，2天的盛会也将慢慢的接近压轴，接近尾声。我们珍惜这次难得相聚的家园，我们团聚在一起听课，在一起用餐，如此的场面多么的壮观，如此的融合多么的温馨。我们深感荣幸，也深感了殊胜。我们感恩在此承蒙前人给儿师们辛苦的10年开始，让新一部学们解开了多少迷思和疑惑，更深深的体会到前人们道道守遗的至诚已在自觉觉他的理念当中生根了。前人们救度众生的宏愿，已在慈悲喜舍岁月里面开花了。前人们牺牲奉献的圣德，在艰苦卓绝的歌声当中结果。今后先一后学，如何展望未来，承担岁月新传的重责大任？在下面的这一节课里面，我们恭请中华民国永安道总会理事长，也就是我们南新单位大家长口粮生产的大家长王全仁，慈悲，让我们热烈